大家嚟到樂富廣場出席參與我哋中華電力舉辦嘅低碳電廚新主流全城總動員齊創新紀錄活動。好高興咧，今日喺現場咧見到咁多朋友咧，我哋一齊去做一個包種嘅一個活動咧，去迎接我哋嚟緊嘅端午節。咁關愛社群咧係中電一直以嚟秉持嘅承諾，我哋多年嚟咧係透過中電嘅社區節能基金去輔助弱勢社群，推動各界咧去節能減排，並且係為香港嘅經濟咧係注入動力嘅。我會同今日各位嘉賓一齊去創造一項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就係用1000部電磁爐去砌出2個英文字叫 Carbon Neutral， 中文嘅意思呢就即係碳中和，象徵呢係我哋同各界攜手節能減排，支持香港喺2050年邁向呢一個碳中和嘅。咁為咗推廣呢個低碳嘅生活呢，我哋將會喺今次嘅活動呢，將1000部電磁爐呢係全部送俾1000個簡約公屋同埋過渡性房屋嘅家庭。咁一方面咧係幫助佢哋節省能源啦，同時咧等佢哋親身咁樣去體驗到電煮食嘅環保同埋方便嘅。咁我哋經過嚴謹嘅點算之後咧，我而家好榮幸宣布，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發起嘅 Largeless Induction Cooker Work 最多電磁爐組成嘅詞語挑戰成功，總數係1000個。恭喜中電成功創下健力士世界紀錄！我嘅簡約公屋喺元朗嘅第一個項目咧，搬入去之後，第一件事要咩啊？煮飯啦，係咪啊？開餐啦，電磁爐原來頭先聽阿 Joseph 總裁講咧，都可以煮到好多好美味嘅餸菜嘅。不過咧，大家知道我嘅簡約公屋同過渡性房屋咧就唔俾明火嘅。今日呢啲電磁爐咧來得正好啊！